Hello，大家好，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佩奇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以前在台湾就是一位护理师，现在在美国也一样从事护理的工作。据说这个薪水待遇部分比台湾好很多。然后我们来听听看佩奇的说法。现在先请佩奇自我介绍一下。嗨，大家好，我叫佩奇。那我之前在台湾出国之前工作应该有快10年，然后我就是有申请那个国际护理师的中介，他那个中介是美国的。那我就是一个人在没有朋友，然后跟家人都在美国的状态下，就是自己申请过来美国工作。那目前在这边的话是在 TMC 的医院上班，已经快2年了。哦，很优秀。那我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初你出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会想要起心动念想要到美国来？我觉得在我的过程中有2个转折点，就是我之前我是读五专的，所以我五专之后那时候是国中，大概就15岁，然后我觉得15岁是一个很年轻的年龄，所以你未来要做什么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反正我后来就先读五专，然后那时候接触到这个资讯，就是国外护理师的资讯，我就觉得说我好想出国，因为我没有护理师的资讯吗？对，护理师到国外的，因为其实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像是广告啊，或是一些厂商就是公司啊，他们就是会介绍。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遥远，但我就会觉得原来当护理师也可以，就是有这个方式这样。这是第一个很想要出国，所以我那时候在五专读书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注重一些英文的专业术语。哦，对。然后第2次让我更强烈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毕业后已经工作在医院。然后在医院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在黑洞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在黑洞，你就会觉得不管怎样，你只要看到任何一种光，不知道是什么光，你就是要往那边走。所以那时候又增强了我真的一定要出国的想法。OK。好，现在直接切入重点了。你考取这个 RN 就是 Registered Nurse， 也就是注册护理师。对，你考取这个时候，你当初是怎么样准备的？我那时候是在医院边上班的时候边准备，我其实有查过很多资料，那每个人他们的准备方式不一样，有些人他们就是会专心的全职学生，然后有些人就会像我一样边工作边读书。你有去补习班吗？没有，我没有补习。那你是怎么样申请？你也不能说在台湾有执照就可以来美国执业，不是这样子吧？不是，就是你要申请考试的时候，其实你要先申请你的学位的就是证明认证。对，认证，反正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个GCS 它的那个一个认证机构。对，反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资料送去，然后他就会审核，然后审核之后你也要同时就是把你在台湾护理师执照的文件，反正就是整个都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申请好之后他就会发准考证，还有学分嘛，对不对？对，他就会说你在这过程中你修了什么课程，然后每一个就是都要列出来，然后就是英文版交上去。然后我从申请这些资料，然后到我收到准考证大概10个月的时间。可是我算是快了，因为我记得最早远之前他还没有开放线上申请。然后我很幸运的是那时候好像是刚开放线上不久，所以我的进度就会算蛮快的。OK。对，好。那你是不是有什么比较推荐的教材？如果说有人想走这条路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教材可以比较快的适应或者是抓到方向？我自己那时候在读的时候，我是用那个 UWorld， 然后如果你已经在那个准备护理师执照的话，你应该对这个很熟悉。然后我会喜欢用这个是因为它的教材很清楚，它的图文解析很清楚。因为我们这个考试是它不是4选1，它是复选题，而且你复选题每一个都要选到，你漏一个多一个都不行。我最讨厌复选题，这很困难。反正你漏一个都不行，就是每一个可它复选题不是就是4个复选，它有时候会5个、6个、7个，然后或者是按照顺序那个就是叫你选那个优先顺序。反正它的教材让我觉得吸收的最快，因为我之前也有用过纸本的，可是它前前后后翻，然后它没有在一些生理解剖上或是它的一些药物的那什么流程，就是它的那个起始点，有时候我在吸收的时候你要自己脑中转成图像的话会有点困难。
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毕竟台湾使用的就是国语嘛，对不对？然后你接触病患，可能接触到一些老一辈的人，可能会讲台语嘛，可是出国来到美国之后完全不一样，你就是一定要用英文嘛，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英文没有到达一个很理想的程度的话，你可以先出国吗？还是说你一定要在台湾已经要把英语的对话能力建立起来才可以出国？我觉得什么时候要跨出那一步，完全就是看个人。因为直到我跨出去上班的第一天，我也觉得我根本就还没有准备好。就是你一定会有很多过程中，你会知道说，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可是我如果要等什么时候都准备好的话，我再跨出去，那要什么时候？对，所以有时候你会给自己一个不管啦，我就是要一定先去。所以如果你要以就是我们要考试的标准来说，那就是照他的我之前是考雅思的，要考雅思考托福都可以。然后现在还有更多的啦。然后以我当时的经验的话，我就考雅思，反正你只要雅思那个门槛过了，我就觉得你在那个就是你就是已经正式合格了，你就没有要在什么，那我这样是不是准备还不过？你那个他的程度过了那一关，不管你是7分、7.5，然后8分、9分，不管怎样，你过了就过了，就去。对，那我那个自己嗨一下。我以前小时候啊，大概从幼稚园开始，我爸就让我去英文补习班补习。然后呢，可能是因为很早就接触英文了，然后我大概学了，大概到了小学3年级才停吧，反正就学了4、5年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英语程度搞不好比现在还好。然后那个时候是直接可以看，比如说马盖先啊那种影视剧啊，大概我可以直接听得懂大概6、7成吧。所以说我就用那个实力，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准备，我就去考托福。那个时候的托福是300分，满分300分。我考了247。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哈佛的要求的标准是250，所以我差3分就可以申请哈佛了。所以英文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啊，可能对一般人来说会是比较难的克服的那一关。对。你几岁开始学啊？你说很小？我很小。我爸对我的教育不太一样，我爸教我游泳也是直接把我丢到水里面，然后我那时候很小啊，大概幼稚园吧，我就可以在那个玉成公园的成人池里面游泳，然后那个救生员抓住我的脚，一脚把我提上来，然后说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会游，我爸就说他会游，你让他游。然后我就游过去，又回来，有自由式。对，我爸对我的教育不太一样，然后他那个时候他很有远见，他就觉得说，英文这种东西是国际语言，一定要学。所以说我很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已经去里面听课，然后就开始学英文。然后我学了这个英文，一直到我大学联考，我都不需要学英文，我就少念了1科，然后我就去考，其实也考得不错，这样子。对，很不一样。我不是这样来的我是很晚才学的。对。但是好了，我这边再稍微讲一下我自己学语言的能力，就是我是很后面在学，所以我就是整个文法，然后发音什么什么，就是全部一个一个练过来。可是我觉得，所谓不管你要追求什么东西，你只要持续性的一直在做就好了。对，而且你也不用很担心啊。其实文法也没有人文法就讲得很标准，或者是我觉得真的看个人，对啊，看个人他在不在意。而且美国其实是一个很文化融合的地方，然后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有，有印度人啊，有亚洲人啊，也有欧洲来的每个人口音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我懂你的意思。好，那现在接下来再问更具体的问题，就是说，你在美国这边，你已经工作几年了？好像2年呢，刚满2年。OK， 那比如说你对护士跟病人的比例啊，跟这个等一下你要比较台湾跟美国，然后还有薪资啊、排班啊、工作制度啊等等等，还有医院的待遇，这个当然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啊，就是美国的话就是2班制，
台湾的话，大部分大部分都是3班制哦。我讲一下，我是在临床，就是在病房，所以那个手术室或是开刀房，他们的那个排班可能又比较不一样，会比较弹性。然后我的话，以前病房就是轮3班，所以是8小时来算。那美国的话就是12小时，所以我们只有早班跟白班。那12小时很硬欸。你有时间吃饭吗？12小时哦，就自己找时间。你如果找到时间，病人如果没事的话，你就可以进去吃饭。OK， 对，然后你就请人 cover 一下，这样。然后在美国的话，这是要看医院呐。那吃饭30分钟嘛，然后有些医院的话就会早上15分钟休息，跟晚上下午15分钟休息这样。对，所以总共就是反正就1小时。然后12小时的话，像台湾基本工时可能就是40一个礼拜。那这边的话，因为护理师的工作，所以他们一个礼拜就是36小时。你一个礼拜上3天班，等于说比较硬，所以说你只要36个小时就可以了，就算是全职了。对，就是全职。OK。然后如果你多上1天班，一个礼拜上4天的话，你就是48嘛。所以你超过40小时，那8小时就是会算加班费。哦，加班费又更多了，对不对？对。然后他们这边因为美金就是小数点所以他们这边是算分钟的。我今天交班交了晚10分钟、20分钟，我刷卡我一样就是20分钟照算，那就是你的时间。你付出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的，就是可以换成钱。对。然后排班的话，我们大概都4个礼拜排1次。然后基本上你可以自己选你要上哪天班。然后你送出之后，那个我们这边医院都称 manager，可是在台湾的话就会称护理长，或者是我们有特别排班的小组长，就是看每个医院他们病房单位怎么去分配啦。反正他们就会有人去排班，然后就我觉得基本上有80%都会是你想要的班。哦，这么好。对。那你刚才有一个点一直没有提到，也就是说在台湾一个护士要对几个病人，然后在美国一个护士要对几个病人，这个问题你好像刚才还没有讲到。好，我讲一下我们美国这边其实看医院但我自己这家医院的话就是白班1:5到6，然后夜班的话大概是1:6。哦，所以在美国1:5或者是1:6。对，在我这家医院。但是我有一个同事他从其他州来，然后他就说他们也有到1:8。对，白班。对，那在台湾的话3班的话就是白班可能1:5到8，然后夜班的话可能1:10到12，然后那就真的很硬了。大夜班的时候有时候会到12到16，所以就是看状况不同啊。OK。那你曾经有遇到过类似像种族歧视的问题吗？我其实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好像没有想到，就是我觉得没有遇到还是没有？我不知道，我会跟你说我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没有什么 sense， 就是我会不知道人家那句话可能是有歧视的意思。哦，我了解。所以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弦外之音我就听不出来，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没有。然后我觉得这样问不太公平，因为病人有求于你嘛，所以说他当然不会对你怎么样。比如说他很痛，他就需要你帮他嘛，所以应该比较不会有。不会。病人在表达需求的时候每个方式都很不一样。我曾经有遇过有一个病人，他就直接当着我的面按铃，就是他就说你们可以换一个护理师来吗？这个护理师听不懂我说话。但是这句话的含义是那个病人他要限水，所谓的限水就是假设他今天可能就是心脏方面有疾病，然后我们不能心脏。对，假设我现在是假设一个 case， 然后因为我已经忘记那个病人他是什么原因限水，然后我只记得他只能就是要限水。然后限水的意思就是不能喝水就对，不能喝太多。假设我今天心脏病，那我身体循环代谢的话，我每天的量就是多少排进多少排出。那你就想设你的那个马桶不是要冲水吗？对，你那个胖脯打不上去收不下来的时候，它会积在那边。所以我们一次水量不可以太多。那他可能限说一天喝1800的水，然后他已经超过那个量的时候，他们就会一直要按铃，就是按红铃说我要喝水或是我要冰块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我没有办法给你，然后他就按铃说你听不懂我的问题，我说我要喝水。对，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很直接的讲这样。对，不过大家都知道他的应对进退的方式，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觉得
很长，我刚刚一进去的话，我会让大家知道我是国际护理师，所以他们就会知道我有时候可能听不懂他们的用语，就是假设我们的药名有商品名跟学名，然后我一直都会是记学名，因为学名到哪里都一样，可是你的厂商会换药商，所以会不一样，所以他们美国非常常用都是讲药商的名字，都不会讲学名，所以我都会跟他说我是国际护理师，那我说的就是你的学名是什么意思，我就会跟他做澄清。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你的工作压力大吗？好大哦，很大，好大。那跟在台湾比起来呢？都很大，可是它是不一样的大，就是我觉得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辛苦的地方，可是就是看性质。然后就算你说在临床，你的临床在不同科都会有不一样的性质。那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是时间跟技术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硬战，就是你的18般武艺都要会，你的专业知识要很硬，然后你的动作要很快，然后反应要很快。然后我们在这边也是，就是你不管做什么都是要快，没错，因为时间就是只有12小时。但是我觉得困难是在我们要做很多沟通，就是我们在台湾一定也会做沟通，可是他这边的沟通是假设我一个病人，我有护理师嘛，然后我有医师，然后他可能今天感染啊，要会诊专科，然后可能又肺炎胸腔科，那再延伸出去这个病人他可能要会诊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营养师，然后个案管理师个案管理师有时候就是会协助安排他们今天有没有居家护理，还是说他今天出院之后要去护理机构，他们就帮他做安排这个部分。然后还有灵性关怀师，然后还包含一些什么师？灵性关怀师，那是什么东西？就是假设我今天来住院是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状况，你就想你每天都上班下班嘛，可是有一天医生就说你要住院，你在住院的时候你有很多不确定感，那假设我是像这边比较多天主教的，他们牧师就会来，跟宗教有关系的啦，对，跟你的自己的文化有关系的，对，然后他们就会来，然后帮他做祷告，就是这样。OK， 对，然后我都不晓得有这个服务有，我们医院有，入院的时候都会问说那你需不需要灵性关怀的部分？然后就会问说他是灵性关怀，灵性，对，OK，好，接下来要问一个比较大家很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公民嘛，对不对？拿的就是台湾护照嘛，对，那你一定要申请签证，你一定要办绿卡嘛，对不对？对，那这个东西你是怎么样？你是怎么样一路走过来的？我是找中介的，我是找美国中介的。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网络上也是搜寻，就是一直爬文，然后搜寻到非常多的资料。那要过来这边工作的话，就是你的美国护理师要考到，然后你的英文能力要考到，然后美国护理师要考到，就是对、他们就是 RN， 他们那个考试叫 NCLEX，RN 这样。OK， 然后他们有考英文的部分吗？就是你说的雅思嘛？对 ，OK， 那就是有考英文 ，OK， 对，就是这两个部分。然后我是考到之后再申请，就是在那个应征中介 ，OK， 对。但我的中介的话，他们其实也可以帮你，就是走完考试的部分，就是他们也会有协助你考试的部分，然后他们会帮你付那个考试报名费，英文检定雅思或者是 NCLEX 他们都会，就是帮你 cover 这部分。但我没有，我自己先去考完。什么意思叫 cover 这个部分？他们能帮你考吗？帮我们付钱啦，帮我们付钱，帮你们付钱，可是付报名费。那最后他不是还要抽回来吗？那是后面我去工作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前面会帮你做得非常完善。我今天需要考试的时候，他们会有训练班，然后他们会帮你付你的考试费。然后还有什么费啊？就是我们过程申请的费用我都不用付，我只有付绿卡的制作费跟我去医院的健康检查的费用，还有一些什么影印费用，就这样。然后我们来的机票他也是帮我们出，然后我们在那边有培训5周、6周啦，他的住宿费也是会帮我们付。听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中介一定会抽很多，对不对？他抽很多，对不对？其实我认真思考说我还不知道抽多少，但是他们那个合约一定会写清楚，一定会是医院的
那叫什么毕业生哼的那个起薪，对，是这样啊。这个的话，你网络上其实也都查得到。OK， 那你会觉得找这种代办机构会很困难吗？还是很多在台湾只要网络上随便一 Google 就有了？那个我们那个 GCSF 他们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个 approved 的 list， 就是有那种认证的名单。认证的机构，然后的名单，对，有一个名单，然后对，你只要去找就可以。对，然后 OK 我觉得看每个人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来这边读书，然后就是在找工作，毕业后就是找工作然后进来，或者是像我直接来这边工作，看你的经济状况，然后跟你的就是人生规划的目标，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拿什么换什么。我说我被抽快3年，因为他们是用小时啊，因为他们做就是算时薪，所以是用小时来那个签约的。所以我觉得你看你这3年，然后换一张绿卡值不值得？跟有些人可能会等几年。对，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跟你的中介解约？任何时候，只要你想要解约。其实真的很多人，像我们同事有很多菲律宾人，他们有很多家人在加州，他们觉得我大概赚到差不多，他算一下他去加州的薪资，他觉得这个赔掉的钱就是违约金，他们的英文是讲 buy out。然后反正他觉得那个 cover 的钱就是他可以付的钱，就是生活不影响的话，他们就会解约。我知道大概1年多。他所谓的 buy out 其实呢，也就是赎身就对了啦。可以这么说嘛？就把那个对契约买下来。没错，也就是赎身的意思啦。好，对。那我想问你说，一定就算你考过你说你考过雅思，然后你也考过那个专业的科目，然后你取得资格了，那你到美国之后，你还要实习吗？不用啊，不用实习了。不用。我现在跟大家补充一件事情你要在美国生活，信用分数真的是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情。你看，你想想看你要买车子，你要贷款；你要买房子，你也要贷款。这2个就是最重要的东西。那如果说你的信用分数不高的话呢，那个银行它就会给你不好的利率，或者是你甚至就根本就贷不到款，因为你如果没有信用记录的话。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信用分数非常好，我的信用分数就非常好，我是那种超级高的等级，然后我就常常会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好的 deal， 好的一些比如说促销活动。那像我之前有办了一张信用卡，然后他就直接送了我600块还是多少，所以说我就用了那600块钱，然后再加了几十块，我就买了一张来回那个罗马的机票，我就去意大利玩了2周，然后我只花了40几块。所以说很多人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样运用在美国怎么样使用信用卡，怎么样累积信用这种东西。对，其实很多人都来问我，因为我对这方面研究真的是非常透彻。然后你刚刚这样讲，我就突然想到，他们有教我们说，你每个月他的账单之前出之前，你不可以超过他的额度几 %，他们也会讲这个细节。这样你的信用分数才会累积的快。对，没错。我想到了，我刚刚在讲说他们前2周的文化交流的课程在讲什么，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他们在协助我们怎么找房子，怎么就是找租屋的点，因为他们会有那个 crime index， 就是犯罪指数，对，犯罪率就对了啦。哪一个区域犯罪率高，他有用一个地图，然后有用颜色来表示。对，那他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粗略的状况，然后公司的话他们就会说那你列几个。说你想要就是可能想要看的房子，然后他们就会把地址输进去之后再算是跟公司买那个吧，一个资料。假设我要住在我这一区，然后他们就会给你说这一区年龄层有多少人，然后年龄层男生女生几 %， 然后退休多少，然后工作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都没关系，我就直接往下滑，他的那个犯罪指数多少，那公司基本上他就会帮你看这个，他就跟你说你的范围是多少的话，基本上他们会建议，然后如果真的太低的话，他们会想说换另外一个，所以他们在文化过程中就是有包含这个，然后后来后3周就是临床啦，其实临床就是大同小异，主要就是一些医学用语跟或是他们跟病人互动的一些方式会不一样。OK， 那这样就还蛮详细的。还有接下来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怎么会跑到沙漠里面来？你明明整个美国那么大，对不对？你有美东美西，然后你有中部南部，你为什么偏偏跑到一个沙漠地带？这个就是
你就把它画成就是一个4等份就好了。嗯哼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要找南部的，是因哼为天气。哦，你怕冷就对了。对，我怕冷，所以上半部就不用看了吧。我现在比较好奇，你现在已经可以不需要再跟仲介合作了吗？我的老板还是他们那你现在绿卡拿到了吗？拿到了。那你就直接把它切掉了，你干嘛让他赚你的钱？一来是我目前没有想要去其他地方，二来是我想要在这个医院转正职，因为这个医院还不错。那你就先申请到马上就把仲介砍掉。没有，他们有合约啦。他会合约的内容有一项就是说，假设他在这个城市有2个合作医院，他就会说，那你如果辞职的话，你不能跟我们的医院合作。就是我现在在这个医院工作，跟那个医院你就不能找这个，那你可以去找其他家没关系。对，但我自己会想要留在这边当这个就是转正职。他们那时候就有签约，我那时候签约的时候，我就把每一个都看好。我大概等他给我到我送出，隔了1个月的时间，我就是有空我就是看那个条，因为我第一次要签英文的合约，所以我会看得很仔细。然后他就会说你离职之后，其他你可以找就是他们的不能找。然后，可是你如果在我们这边毕业的话，你如果转正职的话，你的年资也可以一起算。你在我们这边毕业，应该说在仲介，你如果走完合约，然后我现在在这家医院要转正职的话，我这2年的经验是算的。我有点不懂你还需要在这个医院待多久？你这个合约还有多久？我大概1年左右就结束了，还有1年左右就结束了。对，那结束之后你可以转正职吗？对啊，我可以转正职。那你就再等1年就可以了嘛。对。那这样我了解了。OK。好。那你现在这样在美国已经工作2年多了嘛？你说？我刚刚突然想到，应该是快2年啊。快2年了，就算2年了。对。那你会想要在美国这边长期留下来吗？因为你现在已经有绿卡了嘛，其实拿到绿卡，然后到变美国公民，这个期间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那你会想要说，像你现在工作稳定，那你也想要继续在这个医院继续上班。那所以说你有长期留下来的准备吗？我目前还会想留下来，就是因为我觉得说稳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基础刚打好，然后准备要认识更多。对，所以我还想要再看更多跟尝试更多不同的机会吧，看有什么就去学这样。OK。对。那这样子你会想要，如果说你已经长期稳定了，那你会想要把家人带过来吗？看他们想不想过来。我爸妈完全不想过来。我妈来这边住了2个礼拜，就说你看这么干，我又多了一个，有没有看？又多一条。是真的很干啦。对。然后可是我老实说，他们我可以理解他们不想过来。然后我可以理解是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没错，在这边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出门都要开车。对。然后连去哪里买菜都不知道。对，然后再加上他们语言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那边有自己的生活圈的话会比较开心。没错。像我妈妈，她是很喜欢跟邻居有互动的。她跟邻居的互动很好，是因为我们邻居有时候会有种菜的时候，他们就会分享给我们家。然后我妈妈她是校厨，所以她很会煮菜。什么？校厨就是人家在学校。对。OK。对。然后她是到厉害，顺便讲一下好，她是厉害到那种，就是他们学校有去参加比赛，然后就是所有全校的国小在参加之后有初审，然后跟复审，她有去就是比赛现场做。然后是有上台的。所以你妈应该是中破塞的那种程度了。我们都这样称她，但她自己都很害羞，她就说哎不要这样讲什么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大家拿来菜的时候，拿菜她就会就是很振奋，然后就开始煮菜，煮完之后就说拿回去给人家，她说我这个煮的很好吃，你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她这种互动模式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社会支持。对，这很重要。她有成就感嘛。在这边他要做饭给谁吃啊？除了你之外，对不对？对。OK。好，现在再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在美国这边生活了也快2年了嘛，对不对？那你生活当中你最大的开销是什么？
你觉得说最不适应的，为什么这个东西明明就没有那么贵，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钱？那种感觉，你觉得是什么？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会随着时间改变。我刚来的时候，我看什么我都觉得买不起，可是你久了之后，你就会习惯这个价钱。可是习惯的时候，你会很害怕你习惯了，所以我自己都会就会记账，然后会再想象一下这个是台币多少。如果我今天花钱，就是会觉得，就是我记账的时候，你就会心里会有感觉，所以会有感觉，对对。但我必须要说的是住宿费啦，可是我觉得不管在哪里，住宿费就是一定会一个很大的比例。你现在住的是一个人的公寓吗？对，大概一个月多少钱？一个月看区域大概是800到1200。你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大概算1000出，1000出头。对，那其实会比800多的贵的原因是我有找治安比较好的地方，因为我人生地不熟，一个人来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这里长什么样子，尤其又是女生嘛，对啊，所以我的房子会就是1000多这样。要是我都不管了，我只要方便就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说，我有3个我很想知道的问题想要问你。好，就是说你走这条路，你有没有后悔？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说出国是不对的选择？没有。那还有再来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什么不好的地方？你说这里吗？就是说你出国之后，原本台湾有的方便，或者是台湾有的各式各样的福利，比如说亲情、朋友、社交圈等等等，来到这边已经全部都没有了，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扣分的地方吗？不会，不会。我每次在想就是是不是好不好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学到，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些，我觉得就是一个适应而已。就是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会觉得说我只是还不习惯而已。我跟你说，我出国之前我都没有在煮菜的，我来这边每天都自己煮，然后煮到我的同事每次在看我的菜，他都觉得好像很好吃。对，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这也是一个成就感。这是成就感，对。但我后来有对自己去了解之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跟家人的羁绊，因为你在煮菜的过程中，其实你就是在跟你的家人连接。像我就很想要，就是提到一个，就是因为你有在播那个台语的课程嘛，对，我就会觉得那是你跟一个家乡的连接，因为你来这边很少有机会可以用到台语，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觉得我想要好奇，就是我想要发展这个部分，但是你为什么会想要发展？其实跟你的就是心里的思念家乡有关系，心之所向。对，就是有那个感觉，有那种感觉。对 ，OK， 好，那现在问你第3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钱这个部分。就是说你现在还不到2年，也算是还是菜鸟的阶段。比如说你前2年，或者是你跟你的公司，就是代办公司，中介公司，如果断了约之后，成为正职的一个护理师，你觉得，薪水比台湾高1倍，这样的讲法有没有夸张？不夸张，应该才更高，而且，还更高哦。对，看你做什么。就是像我们医院有那个化疗护理师，就是他们分工分很细，有专科的，对，有专科。那个专科的话加起来又不一样，他那个钱又更高，那又更高。对，而且还有对，好啦，那今天这样也差不多。你还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台湾已经有护士的执照，然后你想要走这条路来美国，然后可能想要让你未来薪水可以翻倍的话，你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我想说的是，其实网络上的资源很多，然后大家其实都很愿意分享。像其实我自己也陆续有很多人来问我，就是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所以如果一来是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想问可以问，我很乐意回答。然后再来就是只要你知道你的目标的话，你就往前，然后你不用把自己逼太紧，说我一定要半年内、1年内什么的。可是你要记得，因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起起落落，你要记得你的方向在那边的话，你就是每天，然后一小步一小步持续做。重点是持续性，你的目标就是会到。这样。OK， 好，我觉得今天这样也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佩琪今天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经验。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跟你谈一谈。好，谢谢，拜拜。拜拜。